睡前故事第7話：擁有。柏奇一直相信，擁有先代表真正掌控世界。佢對所有可以用金錢買返嚟嘅嘢，都抱有極大嘅執着。佢唔單止愛買書，佢亦鍾意買最新嘅科技產品、限量版手錶、昂貴嘅家居裝飾。每樣物件佢都會精心收藏，讓自己擁有一個完美嘅堡壘。佢覺得只要自己擁有夠多，就能夠讓佢內心有安全感。佢屋企擺滿咗未拆封嘅電子產品，衣櫃裏有一排排名貴西裝，每個月嘅信用卡賬單都好似一本小說咁厚。奇怪嘅係，佢擁有越多，就覺得越不安。當佢買咗一部最新嘅手機，短短幾日後就開始擔心，下一代就快出咯喎，咁我個手機咪落後？呢一種焦慮就好似一張無形嘅網，越收越緊。某一日，佢入咗去一間圖書館，本來只係經過，但係俾佢裏面嘅書櫃吸引住。佢環顧四周，呢度嘅書架比佢屋企嘅更壯觀，藏書嘅數量甚至係佢一輩子都讀唔晒。佢隨意攞咗本書，書入邊都開始微微發黃，帶住歷史嘅痕跡。佢問圖書管理員：呢啲舊書仲有冇人睇㗎？管理員微微一笑：當然有人睇啦。知識嘅價值唔在於擁有，而在於被使用、分享同埋理解。你睇下呢度，成個書櫃嘅書夠你讀一世。你唔需要買佢哋，只需要學會點樣運用佢哋。柏奇聽完，內心有一份衝擊，響度諗，呢啲書就算佢冇真正擁有，都依然存在，依然可以翻閱，依然可以俾佢學習。佢忽然意識到，世界上有好多嘢唔需要真係擁有享受，佢哋都可以隨時享用。佢慢慢坐低落嚟，第一次感到前所未有嘅輕鬆。佢諗起屋企裏面嗰啲堆積如山嘅物品，嗰啲昂貴嘅收藏，仲有嗰啲不停追逐嘅潮流。呢啲嘢真係帶到畀佢安全感，定係只不過係另一種嘅枷鎖？佢走出咗圖書館，抬頭望向天。佢一直以為擁有先係世界上嘅真理，但係而家佢開始明白到，好多美好嘅嘢根本無需要掌握喺手。天空從來都冇屬於任何人，但每一日都畀人欣賞佢嘅壯麗。微風拂面，風無法被收藏，但係依然存在，帶來寧靜同埋舒適。佢輕輕一笑，原來我一直以為要擁有，但呢個世界一早已經將我要嘅嘢畀咗我。佢開始相信，世界上有好多嘅事物，即使唔屬於自己，依然可以成為自己人生嘅一部分。